《論語》溫習，大家都知道孝喺中國傳統文化，尤其是儒家文化裏邊，係一個好重要嘅觀念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去探討一下喺儒家文化裏邊，孝究竟係咩回事？儒家文化有一本經典《孝經》，佢開宗明義佢講：孝者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謂生也，就係我哋教化道德嘅根本。咁但係究竟孝係點樣一回事咧？我哋都可以喺《論語》裏邊有佢第二章為政第二裏邊，佢連續有4句係4個唔同嘅弟子問同一個問題：咩叫孝？我哋可以從呢邊去探索下儒家文化裏邊佢孝嘅要求係咩嘢。第一句係孟懿子問孝。孟懿子當時係魯國3個顯赫大夫裏邊其中一個嘅主持人，但係佢亦都係孔子嘅弟子。咁佢問孔子咩叫孝？孔子就住佢作為一個大夫、一個執政者，佢嘅呢個身份，佢回答佢話無違，唔好違背。孟子畢竟係孔子嘅弟子，我相信佢已經立即心領神會，孔子冇再去詳細解釋。後來孔子向佢幫佢開車嘅一個弟子樊遲再解釋一下。阿孟孫問我咩叫孝？我話無違。咁樊遲話咩意思啊？佢話生事之以禮，死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，就係作為一個領導者，作為一個成年人，佢應該要做到嘅所有嘅事情，對父母都以禮嚟相待，亦都係咁講，禮係一個孝嘅一個根本嘅一個基礎。跟住落嚟問孝嘅係孟武伯問孝。孟武伯係孟懿子嘅仔嘅兒子。當時嚟講，兩父子一齊都係跟住孔子學嘅，呢個例子亦都唔少。但係孔子對孟武伯問孝，佢嘅答案就話：父母為其疾之憂。孔子因材施教，唔同嘅環境佢有唔同嘅答案。孟武伯佢唔係一個執政者，所以孔子話：你需要做嘅最受託付自己本分，顧好你自己個人先。唔好有疾，我哋講疾通常係講疾病，亦都係講如果你有病咗啦，咁就父母就會憂心啦，所以你唔好做一個花花公子啊，吃喝玩樂啊，咁啊搞到自己身體唔好。呢個一個層次，更深次嘅層次，呢個疾可以係你嘅身體嘅疾，你係你嘅道德嘅疾。《弟子規》呢本書佢又講嘅。身有疾而親憂，德有疾而親修。所以你唔好令到父母憂心，唔好令到父母覺得焦假有羞家，你就要自己嘅身體道德都唔好有缺失。跟住第3個弟子子游問孝，子游係一個比較年輕嘅一個弟子。咁孔子對佢嘅答案佢話：今之孝者，是謂能讓。至於犬馬，皆能有讓，不敬，何以別乎？佢話而家啲人呢，佢能夠去供養父母能夠俾飯佢食俾錢佢使，咁樣就覺得孝咯。咁話但係你知道話，你養隻狗、養隻馬、養隻貓，你都會去俾佢好好地舒服咁住噶啦。咁你同對父母有咩分別啊？所以孔子點出嚟呢個重要嘅觀念，除咗能夠供養之外，要敬係要發自內心嘅敬。如果你淨係物質嘅供養係唔夠嘅，呢個係心法。跟住就係子夏問孝，
子夏講孔子就話答案就係色難。有事弟子服其勞，有酒至千乘讚，陳氏以為孝乎？亦都同剛才差唔多。有飯有菜就俾爸爸食先。佢要有咩嘢我幫你做，但係如果你黑口黑面咁問你做，你唔係能夠和顏悅色嘅，父母亦都唔會開心。所以呢個亦都係要發自內心嘅，能夠做到從內心嘅喜悅做到能夠和顏悅色。所以從呢度我哋可以知道，孝除咗呢個物質方面嘅呢個供養盡力而為，更重要嘅係心法方面能夠做到恭敬和顏悅色，然之後先至大家真真正正能夠到父母佢能夠真正嘅喜悅，呢個先係孝嘅需求。